次应该是圆。奇怪，正常这样滑为什么会变这样呢？也是正常这样滑。茶那个字应该是茶，多了一画。棉花的棉应该是木字旁。老钟应该是老母，那里面要多2点。
中应该是多2点母，老母。见证天道殊胜的见证，吃素还要念弥勒救苦真经，再起来的时候，那个躲劫避难啊，逢凶化吉啊。求道啊，遇到抓交替比较能够躲得过这个劫灾难啊。有的到山上玩，也可能被抓交替，连拍个照哦，都有可能被抓交替。到河边、水边拍个照哦，都有可能被抓交替。有求到得过三宝心法。有个经过明示之点，比较不会被抓交替。你看哦，骑车经过人家那个丧事的场所，竟然就被无形的力量抓到车子到了，然后发生车祸，可怕。躲劫避难啊！念弥勒救苦真经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黄粱邪魔化为尘。持念3遍就神鬼怕了，黄粱邪魔化为尘了。你看。